首先出場嘅菲律賓1號選手背脊好痛，佢帶住國家嘅榮譽同民族使命，企上咗3米跳台，佢跳啦，佢真係跳啦，佢喺空中旋轉2周半之後，哎呀，真係估唔到菲律賓選手一上嚟就使出佢成名絕技背水一戰，直接背脊入水，企圖用呢一招嚟征服評委。OK， 我哋依家嚟睇下正面慢動作回放，分析下佢嘅得分點。我哋可以睇到呢位選手起跳之後，直接往評委嗰邊歪咗過去，呢啲咪叫做專業啦。為咗等評委睇得更加清楚，專登往嗰邊靠埋少少。你睇呢個入水姿勢，怪唔知得你嘅背脊好痛啦。翻到地面同佢拖手仔嗰個係佢嘅隊友水中貴族，忍唔住啱好評分出咗嚟，果然裁判都係非常之專業，配咗一個最高分0分同埋最低分0分，最終得分都係0分。依家出場嘅係背脊好痛嘅隊友，忍唔住你睇佢飛舞嘅髮型，仲有堅毅嘅眼神同埋黝黑嘅皮膚，一睇就係水中貴族。佢跳啦，等我哋嚟期待下佢驚人一跳。哎呀，直接跪住入水，不愧係你水中貴族。我哋再嚟睇下慢動作，唔知點解菲律賓選手都有個共同嘅特點，咁就係佢哋中意喺空中展示佢哋嘅門牙，然之後再用各種姿勢入水。OK， 水中貴族翻到咗溫水區，哎呀，居然仲同背脊好痛嚟咗個 give me five， 跟住坐低落嚟交流炸魚經驗，睇佢哋表情好似喺度怪緊跳板太壞，先至導致操作變形。水中貴族嘅成績都出嚟咗，果然一世人兩兄弟，居然打平咗添。